新闻一开始，先带大家先来关心总统大选上新的消息。今嘛离选举愈来愈晚，为伊一场副总统政见发表会，民众党吴欣盈是专程用华语读稿，主打经济牌，又搁以一个老母的身份来求票。然后国民党就小康，伊是大力攻击赖清德台独的立场，也搁有伊伫咧办理违革的争议。然后民进党萧美琴是讲有幼稚已经袂记当初的初心，都要检讨甲反省，嘛拍拼求少年选民的支持。以控制署副总统公办电视政见会一日暗时登场，民众党吴欣盈先发言，比较国文题模式，专程用中文照顾念，以主打经济牌，主张透过国际连接数位转型、绿色金融、永续医疗加主权基金，对来解决产业、民生医疗等问题，对外吸企业来投资台湾，提升国家竞争力。各批评台湾诈骗新规则，各自法新规落后。我主张引进欧盟的 GDPR。也就是欧盟的个资法，台湾的个资法落后先进国家30年以上，而欧盟的个资法已经有超过50个国家采用。我们只要经过修法，就可以让民众成为自己资料的主人。最后总结吴欣盈，佮讲到家己新手妈妈的身份，争取选民认同。国民党赵少康3轮发言，明达赖清德台独立场，这期万里人处违建争议。也是国民党为两种时期的反共，想要去除外界对国民党亲中的疑虑。佮强调，当选了后会注重萧美琴甲吴欣盈伫外交甲经济方面的能力。那萧女士说，她这次回来参选是怕如果民进党没执政，那她就不能做她这个到美国的工作。放心，我们执政一定请你继续替我们的外交打拼，外交是不分党派的哈。那吴欣盈女士呢，她一直强调主权基金，我刚刚也同意了，她注意地球暖化，她一直主张2轨外交。民进党萧美琴批评对华介入选举，目的为分化社会，以主打蔡政府政绩，以同分合法甲第一阶段能源转型，强调唔通行回头路。那拉白执政，台湾会重回8年前的老路，画下少年选民爱归队。我也承认，确实有些从政同志忘了当年的初衷，在纪律上、在道德上有疏失，犯了错。让人留下不好的观感。我知道这些都是民进党政府必须承担，也必须要检讨、反省、改进的地方。政见会结束了后，吴欣盈无出来受访，国民党赵少康是定情口误，佮中和华沙摆侯友宜是我老大的头家，民进党萧美琴是低调讲话，无接受提问就赶紧离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